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 Michelle。今集我哋將會探討對環球股市嘅睇法，同埋對英鎊近期走勢嘅睇法。今年美股表現落後於亞洲同埋歐洲，主要受科技行業拖累。雖然軟件等等嘅部分科技子行業可能繼續因為人工智能發展而受壓，但係半導體、互聯網等等仍然係人工智能嘅受惠者。另外，美國經濟活動擴闊，企業盈利保持強勁，而且通脹亦都持續回落，亦都為週期性嘅行業升勢提供咗支持。截至目前為止，標普500指數入邊已經有多過70%嘅企業公佈咗2025年第四季度嘅業績，其中大概3%嘅企業超越咗盈利嘅預期。喺科技行業入邊，我哋仍然偏好半導體同埋互聯網公司，但係同時喺地緣政治風險嘅影響之下，我哋亦都着重分散配置到其他嘅美國行業，包括美國健康護理同埋公共事業。另外，美元嘅弱勢推動歐洲同埋日本股票近期表現優異，但係我哋預計未來6至12個月呢兩個市場會因為相對疲弱嘅盈利增長而落後於全球股票。相反，除咗日本以外嘅亞洲市場仍然係我哋偏好嘅地方。呢個地區預計喺2026年盈利增長為32%，將會為基本面提供支持。而喺外匯方面，雖然英倫銀行較早之前宣布維持利率不變，但係最近嘅數據顯示英國勞動力市場降溫嘅速度快過預期，大大增加咗放寬貨幣政策嘅可能性。我哋預計喺未來3個月，英鎊對美金將會小幅下跌至1.34，但係服務業嘅通脹高企，可能會壓抑進一步放寬政策嘅幅度同埋時機。最後踏入新嘅一年，祝大家馬年吉祥，龍馬精神。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哋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感興趣，記得點讚同埋分享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